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的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新店警察案的嫌犯透过两方合作，伫暗时6点半左右已经把人押到转来，太人原因目前也等在追查。台南民政区新建案有民众透明排队要抢主文红单，敢会发生过一手转卖问题？市政府也等在关注。进前伫咧新店，甲一位卖咖啡生理人枪杀的嫌犯，伊犯案了后，随走去中国厦门。刑事局有请中国迄边到协助。厦门公安伫嫌犯互伊隔离期满了后，今仔日协助也甲即个涉案嫌犯押来交，由台湾这边刑事局的干员去接。暗时6点半左右，飞行机已经到上山机场，这嫌犯也已经押回来台湾啊。因为疫情关系，台湾刑事局伫空桥接人无入境，伫飞行机的窗口接人。这站警察案嫌犯拢有计划过，伫新店杀人了后，佮换2届服装，想要闪过警方的追查，落尾走到中国厦门去。目前嫌犯已经押到转来，也正在调查犯罪原因。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5个带病入境，这其中有3个人是突破性感染。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有设莫德纳疫苗注射站伫咧台北车头，不过咧来住的民众是会当摕到这100块的礼券，也因为讲这来遮排队想要注疫苗的人伤过济啊。本地是初9特别结束，今麦时间是延长到12月12日。济民众一直来台北车头排队是排到落长，这些人拢是要来注莫德纳疫苗的。因为指挥中心为着提升疫苗的注射率，推出注疫苗送礼券，而且唔免事先预约，会当随到随做是真方便，所以成未少民众来排队。第一次打的时候是预约的，第2次打就直接来这里。我现在大概等1个小时，超受不了的，因为排队排这么长，也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啊。指挥中心为12月初5开始，伫台北车头开设莫德纳疫苗注射站，时间是逐天下晡1点到暗时8点。伫车头东边甲西边的走廊，还有车站大厅3个所在，只要是伫台湾的民众，拢会当来注射。到12月初7，短3天的时间，已经累计有5623个人来注射。今嘛指挥中心阁宣布延长台北车头注射站服务的时间，到12月12日为止。那48岁以上，那从未打第1剂。或是第1剂打莫德纳满4周的，或是第1剂打 A 粒，那也已经满8周的，都可以前往做接种。为了因应国际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扩大明年强制注新冠疫苗的对象，为明年1月初1开始，第1类至第3类，还有第7类的对象，甲矫正机关、殡葬场所的工作者，要完整注过2档疫苗。因为这个对象工课甲服务的性质，可能会接触无特定的人士，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所以要强化注疫苗的规范。第1类目前第1剂完成98%，第二剂是94.9%。那第2类的部分是第1剂是97.1%，第2剂是94%。那第3类的部分是第1剂是94.2%，那第2剂是88.8% 啊。那第7类的部分啊，就是第1剂是96.5%，那第2剂是88.3%，用鼓励的方式，那希望他们尽快完成。另外，差不多有4万人退兵了后28天的莫德纳疫苗，伫12月12日就会到期。为了提升民众注射意愿，各县市到12月2日为止，拢会提供防疫宣导品来当做礼物。这个出发点也是要鼓励大家，希望大家来注疫苗，才会当提高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公投相关的新闻。伫12月18日要进行4大公投的投票，民进党主席也就是总统蔡英文又下令，要求党内公职拢要行向街头，发出台湾队站出来。17会伫台北的凯道甲高雄举办选情暗会。另外，中国国民党的部分也继续发声，伫17也会举办守夜活动。台湾队站出来！100公投剩10天，哪连2党拢伫拼。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亲身伫中常会下动员令，要求全体党公职行上街路，行入市场，强调4大公投毋但甲你我的生活、未来金钱有密切的牵连，更加关系到台湾是毋是当行出去。伫国际政经情势的关键时阵，诉求台湾队站出来。我要拜托大家，一个人拉4票，也就是4个不同意。只要你关心台湾的未来，只要你支持台湾继续进步，那你就是台湾队的一份子，我们就是台湾队友。
民进党计划初9开始，7位执政县市首长同齐伫路口宣讲，投票进前的黄金周末，北中南拢有大型活动。17要伫高雄甲台北的凯道举办选举前的造势暗会。另国民党是以台湾人民农会128先好燎原为主题，诉求用人民的力量对抗阿爸的政府。最后10天也要正面迎战。Yes， 我同意。Yes， 我同意。我们正义的人民都要站出来，我们用我们的怒吼。用我们的选票，用我们的声音来让4项公投能够全力都能够同意。他的台湾队就是处处的跟人民作对。朱立伦表示，国民党12会结合民间团体上街路为民众发声，17原来举办为民主酒梅活动，但是那天行动联盟抗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对公投的态度不明，要求党纪处分。朱立伦是无正面回应，再一次声明，大家拢会用具体行动表达支持，唔通互民进党吹空吹捧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4大公投，拢是甲咱的生活有相关的问题，千万唔通做一个无事人啊！搁再10天就要进行公投咯。伫公寮的居民今仔日就甲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因公布一份公寮人写予每一位台湾人的批信，表达对核市场的质疑，嘛强调讲这核市场若顺重新来启动，受影响的唔那是因公寮，是规个北台湾，呼吁大家拢爱做伙来关注。终结核四，终结核四，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看了在地居民甲立委画口号，表达反对核四的立场，嘛提出一封看了人写予每一位台湾人的批，讲核四若是重新启用，受到危害，毋但是看了是规个台湾北部。日本这么先进的国家，都会发生福岛事件，日本承担起核岛事件，台湾承担得起吗？如果核四若是遐尼安全，如果经过所有的报告的人，核四若是遐尼会使发电的时阵，为何伊伫14年无爱发电、无爱启动呢？在地居民指出，为了表达立场，要邀请中启核四公投的提案人黄素秀到看了行大一摆，听在地居民的心声。其实在地居民有支持，也有反对。核能留言中介者刚创办的没几年吧，我们就已经去了贡寮当地。那一次座谈会，还是有一些贡寮在地的居民留下来听我们讲完整场，到底核四这种电厂是不是安全的，相关的核废料要怎么处理。黄素秀表示，看了居民对核四的看法本来就唔是干那一种，即期即摆是受到政党的影响。在地居民指出，公投毋来决定核四是毋是要启动，嘛决定台湾敢要走向非核家园，呼吁大家就爱来关注。记者郭伟良随台北报道。4大公投案之一的反内地公投，这公投的结果敢会影响到台湾和美国的经济部的关系呢？外交部长高教授今仔日伫立法院强调，这公投的结果绝对会造成影响。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就质疑讲，这款的讲法是伫咧吓惊人民。美国国防部前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也提出警告，讲台湾的公投结果会影响到台美贸易甲政治关系。4大公投就特别投票，立法院邀请外交部、经济部这部会针对反内地公投结果有可能来因应作为来做报告。外交部长吴钊燮伊强调讲，假使公投若通过，绝对会对这个台美的经济和贸易来造成影响。批评讲有一寡人为着要来扭掉台湾，硬是要来反内地的公投。如果说我们强硬的去推这个公投的话，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个后果是不是我们的国人要来共同承担？好，或者是说有些人为了拉住我们台湾而去死硬的去推这个公投。吴钊燮认为讲，假使若无来接受国际的标准，煞想讲要来硬来入去国际社会，这款路是行袂通的。表达讲对台美未来经贸发展，这款是退步的担忧。不过国民党是批评讲，这是伫咧吓惊人民。没有吧？你在恐吓嘛？如果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你却把它拿来公投的话，这个叫做民粹，这个叫做反制。江启臣要求蔡政府伫咧进行开放内地这款的讲是无利益的交换，即卖又搁讲无法度来加入 CPTPP、签署 FTA 这款的是自相矛盾。美国前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谢瑞福，伊讲问到讲是要安怎来看待台湾反内地公投的时阵，伊讲这款的会来影响到台美贸易甲政治的关系。I do have concerns
that it would impact not only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ut spill over into the overall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nd we really don't need to be taking steps backward. 谢瑞福伊认为讲，当初蔡政府开放内地进口，来消除贸易障碍，假使讲这个政策若是要回到原状，台美的关系可能就会退步。强调讲，对台湾来讲，伫北京来施加压力愈来愈大的时阵，佫想讲要来孤立台湾，台湾袂想讲去做出互人孤立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一直利用军机来扰乱台湾，引起美国的关注。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美国会采取一切手段，确保中国袂拍台湾。而且，美国参众两院最近伫国防授权法这案件，拢有讨论到建议邀请台湾参加到明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练，来协助台湾提升无对等的作战能力。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也回应讲，只要是对台湾有利的，拢会当评估。台海情势紧张引起美国的关注。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初次强调讲，美国会采取一切外交甲相关的手段，确保中国袂武力侵犯台湾。美国这8个月以来在印太地区做的拍拼，就是要避免中国武力拍台湾。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take every action that we can tak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oth deterrence and diplomacy to make sure that the Taiwan scenario you just described never happens. 美国除了大声挺台湾，参众两院最近伫国防授权法案达成共识，强化台美军事合作。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加明年环太平洋的军演，协助台湾提升作战能力，也有美国国民兵甲台湾合作的可行性。这个法案要爱等表决通过。针对这点，国防部长邱国正初步回应讲，对咱国有利的，拢会掌握评估。对人家法案，对我们来讲有没有能够适用或者有利的，我们当然会掌握嘛。中国一直有军事动作，中国军机初步各项发现进入咱国的西南空域，空军使用广播驱离。根据军事媒统计，这个月广播驱离的记录拢总有19架。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邱国正语气严肃，强调最近台海的情势真紧张，北中南甲东部拢有敌情。若是两方开战，反倒唔知台湾有倒位唔是战场，所以下一个处处是战场，时时拢不断的支持。如果一旦台湾防卫作战开打的话，那不就是处处都是战场？那我们部队的训练，我们真的很难讲说啊，这边应对完以后再搞个什么科目做训练，我完全结合在一道的应对敌情，也就是个训练。唔来监察院关心军事训练役，敢会延长役期？立法院法制局上新的报告指出，国防部爱好好思考征兵甲募兵的问题。邱国正表示，兵役延长唔是伊一个人讲了就有准算，爱经过讨论甲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今仔日完成候选人的号码牌啊。这个民进党的林正仪是抽到4号，中国国民党的颜宽恒是抽到5号。这号码一抽刷，也随进行拜票，要赶紧来拼选情。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竞争真激烈，初备伫抽口的两井区公所头前，热烈支持者拢为因的参选人加油。林静怡动胜，林静怡动胜，武力来看贤，宽宏一定赢。各位参选人拢亲身来抽口啊，最后确定1号台湾股票党的张景春，2号是无党籍的林金莲，3号是无党籍的李汉生，4号是民进党的林正吉，5号是国民党的颜宽恒。号次确定了后，双方马上提大纸搭伫布条啊，甲假电源进行海线选区大扫街。最后关键选立看选第5号。甲各位乡亲问好，拜托大家做伙来挺4号。双方比争气毋输阵，暗过基地攻防也真激烈。除了初期颜宽恒象征性挺颜家伫南屯区交泰所的部分违建，遭到连夜执行违法。公布地证据，伊阁一摆强调，公布地地主是上大受害者，因无法度伫家己土地起厝，暗过个担无定收。另外，颜家互连夜指控用关系插足土地，颜宽恒也阁提出解释。该做的就要做，违章就要拆除，但是
不是宽恒的，请不要把这个帽子强加在我的身上。要担任中央级民意代表，他自己的妹妹又是地方级民意代表，相关的土地利益会不会这个地方他们都会有所涉猎？双方攻防为空战到陆战，选战进入倒头算也愈来愈激烈，伊拢被选民放大检视。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经的经春天，富的补拄天，有的人是买厝买袂起，这厝也是洗袂着，也偏偏有的所在卖新厝是卖甲空空。伫咧台南仁德有一个新建案，昨出现上百人去排队，而且这个新建案开一平32万起跳，偏附近的新厝一平是上无贵5万以上。也因为这排队的人伤过济，引起市政府的注意，消保官也去到现场调查。目前无发现讲这违规转卖新厝买卖预约单，也就是咱俗称红单的情形。时间一到，一群人客伫门口未当入去。台南仁德这个有售厝建案，前一暗伫接待中心就出现，真侪人规暝来排队，2到4万规价，每平32到38万，甲当地新厝每平17到18万比起来，还佫较悬。在市区也算不贵了。我觉得多数人是比较买得起。仁德那边其实以现在新建案的情况，大概在25万以上。它的目前的所开出来的价钱是32至38万，但是还是要以实际成交的为准。想要找人进会，接近市区每平32万元接收，按过以上近2房的介绍来算，一户至少812万，佫出现排队的人。消保官透早就来稽查。房地产的热络有一部分是所谓的投资，甚至有一部分是投机的部分。如果有红单交易、有违法私下转卖、哄抬炒作的，我们一定严查严办。现场销售状况是还没有到违法的程度。代牌的民众或是那种吗？应该是说目前还没有证据。市府表示，目前无发现违规，到车北中道签订36张买厝意愿书，成交无济，只是看到排队抢房情形，市长黄伟提话声。台南这几年人口无明显增加，厝价一直称悬，明显是投机炒作的严格检查。房仲处还透露，台南厝价为去年底开始起，新厝起3成，买厝人大部分是投资客，尤其贵人新市善化，员工是全市起价前3悬的都市。为压制炒房，11月底市府也通过囤房税，明年7月初1开始实施。不过，学者认为囤房税可能针对有厝的人，无法度全面封堵。让消费者知道这个不是正常性的行为，这是投资客的行为，马上要去查找是谁在买这个房子，然后买的这个房子的人他拿到了这个权利，怎么去做转卖。至于政府要不要课存房税，今天的这个建案根本房子都还没出来，怎么课？学者提醒，厝价差悬的现象，都佮高利贷起价有其心理共款，建议消费者都要拒绝。除了囤房税以外，政府也应该想其他办法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日本小笠原群岛海底火山喷发，对顶个月底开始，伫屏东、台东抑个绿岛拢出现火山的浮石啊。这几天海巡人员也伫咧花莲的石推坪，抑个七星潭的外海，也有发现到这火山的浮石啊。这寡石头会影响到这渔船的安全，若加入去叶啊，会造成危险。甚至有这鱼啊已经食到巴肚底咯。下晡伫绿岛就志工做伙伫沙坡，要甲这寡浮石啊总清掉。台东到南外海原本蓝色的海面铺一片一片咖啡色的火山浮石，而且不只是台东，海巡人员这几天伫花莲石推坪、七星潭这海花外海也发现火山浮石，恐惊影响渔民出海安全。引擎吸入火山浮石，恐怕造成机械故障。根据卫星观测，8月日本小笠原群岛海底火山喷发了后，这火山浮石顺洋流世界流，在月底开始，台湾东部外海都浮石出现。国家海洋研究院进行洋流数值的模拟，海巡署这边也启动了无人机空拍、船艇巡查以及相关的岸际搜索。此外，也配合空勤总队空中巡逻的勤务来监控。那未来我们海洋保育署也会适时的进行采水检测。海委会预测火山浮石会沿东部海岸向北拓开，事实上，伫初七为东南边的南势花莲甲新北桃园拢发现，就连汐止、汐三厂附近也有少量浮石。原民会已经要求台电密切监控，另外渔民也烦恼影响生态。洄游性的鬼头刀竟然吃了那一些湖屎，钓起来了时，你竟然一个会吐出来，
我感觉这对咱的这个海洋生态吼嘛有介大的一个吼危害啦。东基区伫绿岛中寮港的山坡签火山浮礁，反而影响山路打顶海洋生态。有创水教练召集志工为7月开始来清理。海委会表示，海华清理会交由各所属单位处理，未来也会透过相关补助协助各县市共同清除火山浮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关系是真紧张，美国总统拜登甲罗西亚总统普京初次透过视讯进行会谈，因会谈的重点就是针对着乌克兰的问题，针对着罗西亚安排大队人马伫咧乌克兰边境，拜登也讲，这罗西亚若准去拍乌克兰，就会实行经济制裁。透过翻译，拜登也回应普京的问候。Good to see you again. Unfortunately, last time we didn't get to see one another at the G20. I hope next time we meet, we do it in person. 两国元首问好了后，视讯会议的过程对外保守秘密。根据北京官员事后转达，拜登明白指出，新国家真烦恼俄罗斯军队伫乌克兰边境一直增加兵力。若做真正安尼，西方盟国一定会强烈回应。那俄罗斯是甲责任讲是北约组织一直向东边扩张，俄罗斯方面对这种亲门打火行为无法度容忍。分析家是讲，俄罗斯动武的可能性真小。The chances are serious, but far from a likelihood. And the strong response from the West, again, led by the White House, by Biden and Blinken, have reduced the odds of a major Russian invasion. It's certainly not more than 25% in my judgment, and maybe as low as 15. 英国天空新闻的报道是讲，美国甲英国两国共同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是无问题。不过，北约另外两大盟国法国甲德国，若甲俄罗斯有密切的经济往来。法国总统马克宏无用大选要连任，德国是伫咧政权的交换期，恐惊也无用插乌克兰的问题，所以美国会当靠的联名实力实在有限。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伫咧昨昏发生7年移工去注疫苗却去封抓起来的事件，劳动部长柯明春和移民署今仔日伫立法院强调，这只是个案，同款的代志绝对袂再发生。指挥中心也强调，讲目前的疫苗专案是依照未通报、未查处、无收费的原则，呼吁百万挂名7年移工会当安心来注疫苗。新德县一个7年移工初次去卫生所注疫苗，刷去予警方逮捕，搁扣手铐，送到新德专勤队处理。经过做伙去的朋友协助，这个移工注完疫苗了后，才会使离开。转厝好啊，食一顿饭，不过已经惊甲规身躯凊寒。Yes, sir. Good afternoon. I'm shocked, but now I'm okay. Thank you. 中央跟地方有一些警察之间的他们的处理的态度，会让外国人对台湾本来形象很好的警察的这个观感呢，会打折扣。对这样代志，劳动部甲移民署7月伫立法院强调，规个事件只是个案，未搁发生。政府的态度就是希望我们所有失联的移工都能够出来，施打疫苗，保护自己。没有错。对，然后我们的原则就是不通报、不查处，不收费。基层员警对这个政策不了解，那这个事情我们已经亡羊补牢，通报各检察机关，绝对不会再有类似事情发生。指挥中心是讲，实施外来人口安心注射这个专案以来，拢是采取无通报、无查处、无收费的原则。若做无身份证明文件，由移民署也是合作的 NGO 团体开临时身份证号，方便注射。总共执行了28000多位的外籍人士来做采检，7000多位的这个预期停居留的人士也一样来参与安心采检的部分，那也没有因此而去做通报查处。造完册之后，后面的配套措施是不是由 NGO 协调一些比较隐秘的单位，在那个单位同步施打？亲像立信基金会等 NGO 团体表示，7年移工注疫苗封抓这个代志，确实有造成影响。7月就接到未少7年的移工打电话来，讲家己烦恼封抓会惊，建议除了透过机构协助注射以外，7年移工也可会当去台北车站这个注射站随到随住。记者综合报道。
国家卫生研究院打算伫德科的德南基地设一个国家级的疫苗厂，来做疫苗研发和疫苗紧急量产。开发案伫下晡的宽屏大会修正通过啊。院长刘经义强调，进前设备是不足，面对疫情伫咧严重时阵，却无法度做出什么款的贡献。这届观察案通过啊，接下来开4年时间来起，未来研发加紧急生产疫苗，拢会当大大提升。生产线报告。实验室嘛真细间，国卫院疫苗研究中心虽然承担咱国内疫苗研发重要的任务，不过因为设备无够，是真无发挥上大的战力，所以国卫院提出扩建国家疫苗厂，甲建立国家级传染病检体资料库。观察案下晡进行审查，开发单位答应讲会降低传染性废弃物迁运的风险。若有实验材料为感染性废弃物，生产当日就会完成高温高压的灭菌。这个案件尾手修正通过，不过有宽屏委员认为讲，厂区的树啊种了伤少，要求多加种挂。种52棵树就算，对吧？所以还是请你们考量啊，至少增加1倍的。国卫院答应会照咧办理，讲接下来会用4年的时间来起，2年验证。嘛强调讲扩建了后，会当改善新冠肺炎期间的困境。对推动研发、甲紧急量产疫苗的工作是真有帮助。这次新冠肺炎里面很清楚的看到，我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我们都要精建轴，因为我们的那个厂还是相对很小，我们希望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产线或紧急的量产，这目前我们都没有。院长刘经义补充，有够业的生产线甲实验室，会当加速快台试剂的验证。另外，相信未来对罕见疾病、甲癌症相关疫苗研发是真有潜力。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新买的列车按算伫元旦假期会加入营运，早起台铁安排汽车对台东车头出发，开到一个新北市的树林。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一定会要求台铁要保证新车的安全性，也爱先伫北回线加花莲台东，互东部民众会当坐到新车。代替新型的车载列车停伫台东车头，不少台东民众真好奇来试坐。这辆车感觉位较宽，不过东部民众也是希望能买到车票会更较好。但是多一点班次啊，让我们就是东部的，就是民众有多一点的选择。代替表示，车载列车一日有12节车厢。运输能量会比普悠玛甲泰鲁阁列车加出4成，也加100外个位。目前已经完成试运转，车顶的行控控制管理系统甲3合一紧急打档的系统，拢比过去的车种更加安全。按说下礼拜就会摕到营运安全许可证书。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会爱代替做好列车安全管理，慢慢换新列车。车辆的改革今天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也是一个全面汰换旧车的一个开始。采用先进的一个动力控制系统，还有这个 SIC 的这样的一个整流系统所以在整个加减速的性能比原来的车辆都还好。交通部长王国材要求代替年底进前加入的3组车载列车，甲明年春节进前加入的5组列车，全部按投入北回甲花东线营运。不过要彻底解决花东民众买无票问题，可能要等花东铁路全面常规化才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有2间高中发起模拟公投，除了这届全国性的公投案以外，也有甲新竹人上届关心的新竹县市甲苗栗合并的议题加入去这回的校园模拟公投。还未开始投票，现场早就有人排队。详细甲看，选票顶悬除了丁克学士，还阁全面禁止三肉精猪肉进口以外，阁有大新竹合并的议题。来投票的学生拢感觉真趣味。嘛，更加了解这个全国性公投的内容。因为我们18岁要公投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提早做那个准备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就是竹苗一份，就是竹苗的一份子嘛。那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学生也可以更对那个竹苗到底在吵什么有一些了解，让他们更了解现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事，也知道这些议题的那个后果以及看法，以及各大政治人物的说法，让他们去思考说，究竟这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同意还是不同意的立场。新竹高中的学生家己办模拟公投，学校也真认同。学生家己所发起的投票，
认为透过活动，学生会当更较了解公民参与的重要性，用不同角度看议题，培养思考的能力。是借由他们准备要出社会，准备有具有这个公投这个投票权这个前面，然后他们利用这个活动，然后举办这个联合公投，模拟公投，来培养他们的公民的素养跟素质。连续3届校园公投，最后投票结束会公布结果，做未来政策甲活动参考，嘛趁机会培养学生公民参与的民主素质。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2年一届国家文艺奖今仔日公布新一届得奖者，包含着电影工作者张艾嘉，也有北管艺术区花莹，也有剧场的创作者王英如等人。主办单位是俄罗因有热情，也有生命力，在艺术领域拍拼无停休。第22届国家文艺奖今仔日公布，今年拢总有7个人得奖，包括作家平路、影像创作者黄明川、北管艺术区花莹、编舞家布加瑞阳、拍剧立法、剧场创作者王英如、景观建筑家郭中端，也有电影工作者张艾嘉。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林万丽表示，这7个得奖的人，唔但演过伫咧各领域，拢有真少大的表现，目前嘛要持续地创作。但是国家文艺奖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它不是一个最终的成就奖，这样，它其实就是代表他在他的艺术领域非常的杰出的同时，他又是一个还在不断的创作的一个创作者。文学类得奖的作家平路，伊讲伫持续创作的路途，拄到的挑战甲困难会愈来愈大。不过读者的认同对伊来讲是真重要支持的力量。如果有读者愿意读它，那当然对每一个写作者的愿望是读者能够拿起自己写的书就捏在手指上，就不愿意放下来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了。那如果又能够得奖，那真的是太好了。也若投入纪录片影像创作的黄明川，为着长期做这记录，10多年来是拢无休困。我其实都没有休息，最终从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你会发觉他们在改变，这个改变的时间的后度是非常的迷人，而且很有说服力，而且必须很多时间，然后在那些人身上看到很惊讶的这个文化的元素那这个是可贵。主办单位强调讲，这7个得奖的艺文工作者，拢用因的热情甲生命力，在艺术的领域面临拍拼。希望透过这得奖的人，因对艺术的热情，来鼓励咱国内的艺文工作者会当持续创作。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3年一考的东港小王船已经结束不过伫咧小琉球目前当咧行王哦。这款王船的文化拢有100年历史，也是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资产。屏东县政府也当咧规划一个王船博物馆，希望把屏东3大行王的文化会当保存落来。伫屏东有3大王船祭典，就是东港小王船、南州行王、小琉球行王。有一寡无形文化资产，馆长潘明安伫面册顶头宣布，要起一个王船博物馆，把王船的文化保存落来。东港东龙宫新抽正考行王平安祭典，伫国历10月31日，阮已经供送阮的丰富大千岁回天庭交旨。县政府迄方面呢，有要起一间王船博物馆，伫咧以后的转运站，所以这个王船博物馆要起有这个困难度，这是算一个艺术品，伫博物馆内底要供养互这民众去参观，这是真好的代志。馆长潘明安伫面册表示，这王船博物馆按算起5层楼，外观会亲像王船同款，内底也会放一只甲王船变大只的王船模型，透过浸水式剧场，互民众感受到王船祭典的热烈。东龙宫潘董事长表示，因为王爷公大天顺守，这王船科技的祭典有一寡禁忌，一般民众是袂当出入入。若准有王船博物馆，民众会当用上近的角度来了解到王船的文化。要去看王船，比如讲，阮科技的王船，这是有经过开空点眼过，所以较有一寡禁忌。但是咧，伫博物馆这王船咧，这是算一个艺术品，这啥物人拢会当去参观，会当了解阮在地的文化。这是王船的故乡在地一个观光的地点。王船博物馆未来会起伫东港文化部已经核定附近也有东港联合办公大楼、社福馆、转运站等等的设施会继续推动。到时准备看王船的民众就会当愈来愈利便。记者综合报道。
在屏东有一位种金银花农民要开一个休闲农场，为着要互民众认捌到一寡罕有的草药啊，也教游客做 DIY， 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规岛顶甲涂骹金银花甲臭草草，这拢是准备要摕去加工的纯天然原料。地产乡的金银花农黄燕，这几年打造金银花休闲农场，那互社区得到长寿村的美称，也拍拼创新，真的变巧，开发出将近20种的金银花相关产品。因为金银花在台湾，那尤其在屏东，算我们的面积种植是蛮大的。那左思右想要如何去把它推广，最后会朝2级加工，因为它是原植物嘛，要用植物嘛，不像一般的合成的东西，是没有这些比较没有植物的特性这样。伫金银花所有产品内底，其中炒较上热的就是金银花养生熬汤，纯食物提炼，内含金银花、臭草草、大柴根等中药草。无论是长时间讲话，也是拿无爽快，甘在嘴里润喉回甘，虽有效果，真受到众人的欢迎。金花本来就是对人体就蛮好的一个作物嘛，它是天然抗生素，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中草药。那我们园区是主攻是一个教育哦，那也会带这些 DIY 做手工皂、做火糖。除了食养生顾拿熬，黄燕讲金银花产品制作也真简单，社区中备一个学地晓，那游客到地游览，可会当体验 DIY 家己手工做，一兼二顾，互金银花毋那是食青的家私，也期待日后通变做地产理论村的在地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东势农会成立全台湾唯一一个由农会家己经营的果菜处理场，以15度以下低温来洗果子、清洗消毒，处理这寡现切现好势果子，这一工会当生产1500盒。甲来啊，放起咧机器顶悬，免几分钟，果子皮都自动卸好势啊！这是台中东势农会成立的果菜处理场，伫低温的环境，用半自动化的方式切果子，咧拍入水果现切的市场。从存货部分到出货部分，它整个产线都是保持在低温，这样子的话，它本身水果新鲜度是可以保持得很好的。现代社会家庭人数是愈来愈少，民众消费的习惯也改变。东势农会伫去年9月成立这个果菜的处理场，一天会当切1500盒的水果，供应给超市、饭店等等的业者。它本身水果自己就有酵素，然后再来就是抑菌的关系，就是我不要让微生物生长得太快，所以它必须要有温度的控管。那15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在里面工作才不会受不了。透过低温处理、无细菌保存、包装的技术，市府农业局佮和东势农会合作，设立水果自动贩卖机来摒销路。除了提升当地市场竞争力，也要把高品质的现切果子送到消费者的面头前。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6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是对14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是对15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4度。天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3度，也有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同款时间再相会。